据美国媒体报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勒因担心前总统特朗普的疯狂举动导致美中爆发战争，曾对中国军方高官表示，美国不会攻击中国。特朗普办公室随后发表书面声明，强调特朗普认为，若爆料属实，米勒背着总统私通中国，该依叛国罪受审。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被禁止参加一项在英国议会举行的活动，原因是北京此前就维吾尔议题制裁了几名英国议员。中国今年3月对英国个别反华议员实施的制裁。中国下议院议长霍伊尔说，我认为在中国对我们的一些议员实施制裁的情况下，中国大使来下议院和我们的工作场所开会是不合适的。日本执政党党魁乃至下任首相的竞争者岸田文雄表示，面对中国的强硬，日本需要让日本海上保安厅与自卫队顺利合作。岸田文雄在记者会上说，日本周遭的安全环境变得越来越严峻。他也说，我们需要通过加强海岸警卫队的能力，并让他们与自卫队合作等措施，来努力确保海事安全。美国司法部周二宣布，3名前美国情报和军事官员承认违反美国的黑客法和禁止出售敏感军事技术的规定，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提供了黑客技术。中国近日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开展雪域使命2021演习。据报道，在演习中，中国防空系统针对可能的印度导弹或喷气式飞机进行了测试。据中国媒体消息，此次演习使用了 HQ-16B 防空系统。报道指出，军演显示了解放军在高原联合行动中的作战能力，以及他们维护中国边境和西藏稳定的决心。据 BBC 报道，阿富汗国家女足青年队的成员和他们的家人前天顺利抵达巴基斯坦城市拉哈尔。巴基斯坦担当局表示，阿富汗国家女足青年队的成员和他们的家人前天从陆路关卡抵达巴基斯坦，避免在塔利班掌权后受到迫害。美国总统拜登周二否认了《金融时报》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通话时拒绝他所提出的面对面会谈提议的说法。当记者问拜登是否对习近平不想与他会面感到失望时，拜登说这不是真的。上周，美中两国领导人再次拿起话筒。